后来乡亲也回顾到今年的5月，本土疫情大爆发，台北艋舺引发到群聚的感染，有不少的小姐走来中南部来讨炭。其中2个艋舺小姐就是到南投草屯的东方红养生会馆来上班，结果引发到12个人的群聚感染。这个东方红嘛，互命令停业。讲最近发现这个东方红的头家店啊，阁重新来开幕咯，换做掠零店。不过，这个八大行业也未开放恢复营业，安尼敢会使哩咧？南投县政府讲，只要遵照着中央的规定，挂好着喙安、顺掠零，安尼就会当来营业。嘛会请警方加强临检。近日发生12个人群聚感染的南投草屯东方红养生会馆停业4个外月，有人发现讲已经换招牌，门面嘛改啊，还有搭一张宣传单，拍算要重新做生意。你们有在营业吗？有啊，哦，目前就都只有做按摩。业者讲已经改做掠零店啊，因为有女性杯酒的八大行业也未改禁，停业伤久无法度生存，所以讲改头换面，即马正伫试营运。我已经打疫苗了，快筛预约制，然后我们员工招测，然后所有客人 QR code、客人实名制，该做的我们都做，里面的消毒我们也都做得很好。我也希望说大家也是给我们生存一下，说真的。生意人安尼讲，就是因为今年5月艋舺爆发本土疫情，当时的东方红养生会馆就请2个艋舺公关小姐，所以讲引起群聚感染，造成12个人去围剿。当时县政府大规模消毒，伫边设快筛站，甲病毒收电的艰难画面，印象也真深。所以讲，这间店换头家改招牌做掠零，附近的人依然的烦恼。个人还是觉得有点不妥，就是担心像上次一样又复发。所以后续的部分，我们要求该公司要依规申请复业。另外，因为现在属于防疫期间，我们会要求警察相关单位加强稽查。县政府强调讲，依照规定，挂喙安、顺掠零，这是被允准的。不过，偏偏业者违规，所以讲会请警方加强巡逻，避免发生违规的营业行为。